CC 字幕有没有？一按下去没有，再按下去就有。画面按一下，怎么会没有声音呢？按设定，设定你看字幕中文、台湾、英文、美国，自动翻译。中文、英文，看到 CC 字幕，要按一下会出现，或者是按一下会消失。这是新挺迷乐园。